继续来看桃园的警方接到情报，要甲一台通缉反锁赛的车砸落来，也毋过对方是催速度逃走，最后互警方来包围，伊怎跳车用走的？这个通缉犯的太太无顾到车顶，还阁有3岁查囝，是爬过驾驶座接手开车冲撞警察。这个警察上准着车链连开4枪，甲这对翁仔某抓起来。 白色的修理车指向偏正紧，后壁阁6台警车来甲捉。修理车方便甲驶入去停车场，驾驶落车逃走，远警紧冲去抓人。这个时阵，白色的修理车向北去，高过警用机车，阁想要冲撞远警，警方随向车链开4枪。边仔的骑士听着枪声，惊甲是四界走。 警方将后座的乘客拖落车载后，车顶竟然有一个3岁女童，互远警抱落车。腿还中枪，那后侧。赛车的女子卡腿着青，表情痛苦。忍住，我帮你止血，我帮你止血。远警惊甲指挥，原来这个女子是驾驶员某，为了安抚翁婿，无要紧因早间安全，爬起了驾驶座，赛车冲撞远警，也过一切拢是未了讲。 坐伫咧涂骹，双手互扣起来。这个查甫人因为牵涉到组织犯罪，早期去互通缉，和因某拢有毒品前科。代志都发生伫桃园市桃园区，警方接到情报，有通缉犯赛车占到到桃园市，驾驶遭互警察约要10多分钟，落尾抓到这对毒贩乡。警方搁伫咧车顶敲出毒品。该车副驾驶车门及右前轮胎事发。 迫使该车立即放弃抵抗。该女子目前无生命危险。这个查甫人从红灯指向个500千瓦车道，拢总有27项违规，上悬可能会罚款超过15万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